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ทั่万世。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。气味其实是有记忆的，只是真侪人毋知影。总是要等到有一天，这个气味消失去啊，才会发觉伊的意义。就亲像黄昏时啊，伫咧巷仔口化卖猪血汤，可能都要经过足久以后，你才会了解，原来迄是迄个时阵上幸福的滋味。好吃的猪血汤哦！傍晚，有台木车子陆路的从巷口进来。妈妈塞给我一个大碗公和几枚零钱，让我去买碗猪血汤。酸菜丁、韭菜段、滑嫩的猪血、爆香的油葱酥，在平静乏味的寻常餐桌上，今晚有了幸福稀罕的味道。猪血汤，好食的猪血汤哦！案头啊，有打起扣扣，3对巷仔入来。阿母拄一个碗公，加几些银疙瘩互我，叫我去买一碗猪血汤。咸菜、韭菜花、咕溜溜的猪血。加咸香的油葱酥，平常时无咸无咸的饭桌顶，会按加一个幸福稀罕的滋味。雅文细汉的时，足喜意落雨天，因为落雨天，大人毋免落去菜园做事，妈妈会当留伫厝里做真济好食的物件。规个囡仔全部钱伫灶骹等物件起鼎。记忆当中，落雨天厝里总是特别闹热。你今仔日要搁煮咸豆仔饭吼？赞啦！等一下都有芳芳酥酥的鼎片通食。对啊，我若想到迄顶黄金色，喙烂就强要流落来。吼，你搁敢讲？顶届的鼎片拢是你一个人食了了，也袂留一寡互别人食，有够贪心。好啊啦，雅文。莫阁甲恁小弟相搭啊啦，带伊去厝埕遐耍。鼎片若好吼，我才甲恁叫啦。才无爱咧，我要伫灶台边过，啊无等饭煮好，又阁会互迎窗一个人独吞。哎哟，雅文，小弟都要细汉，你着让伊一个嘛。啥物让伊一个？我定定让伊。妈，你偏心啦！你哪会无爱教小弟学孔融让梨的故事？好啦好啦，要踮遮顾就踮遮顾啦。安尼你先去后壁的泥钱卡遐，甲伫高顶恁小弟的卡其裤掀来。即几工拢咧落雨，衫裤拢无搭，去摕来放伫大鼎挂顶面，烘烘咧。无哦，恁小弟明仔载读册都无裤通穿啊！吼，哪又阁是小弟的代志啦？有时雅文的妈妈兴头一个来，嘛会糯米粉做干竹笋包啊，奖励阮遮的囡仔骨力捌代志。
搭落几工的雨尔，迄竹笋就生甲遮尔济哦。莫怪古早人咧讲雨后春笋，这麻竹笋当青油，若来做竹笋包吼，一定足好食的。万金啊，你去田边掘竹笋，要做竹笋包哦。拄啊好，林母小妹的猪血蛋即马伫装尾啊，等你包啊揣好，配猪血汤上好。雅文介意落雨天的另外一个理由是，雨落过了后，定定会有卖猪血汤的担来门口埕叫卖，订片甲包仔配猪血汤，互伊食一摆就掉咧。猪血汤，好食的猪血汤哦！尤其是寒人过到4、5点左右，当白烟对厝兄顶悬的烟筒管豆豆啊冲起嚟的时阵，伫门口埕耍的囡仔，一个听到猪血汤打的叫卖声。雅文，咱莫耍啊啦，紧去灶骹找妈妈买猪血汤啦。来，银角仔摕好，碗公爱芳个知无？我知啦。行较慢咧啦，雨拄落沙，路澹澹骨骨，毋通去厝倒呢。一台卖猪血汤的车担，送来到三合院的时间，亲像是算甲准准。袂输咧甲灶骹无用的妈妈太太讲，下暗毋免煮菜汤啊。通常，大碗公底的猪血汤都下伫食饭桌的正中央，烧气豆豆炭起你暗暗的灯光四周，规家伙仔的目睭拢相对大碗公。来，恁的碗拢捧过来，妈妈来分。这猪血一人2块，加淡薄仔咸菜角，几节仔韭菜。汤啉完会当搁卡咯。雅文的文章写了袂歹，捌代表学校参加作文比赛。迄摆的题目是“上幸福的时阵”。雅文写讲：骨溜的猪血一入嘴，袂输松软的粉，轻轻啊，甲我的胃掠灵。油葱啊，酥的气味，互大家的心拢烧热起来。每一个人食饭饱了后，拢是欢头喜面。迄一暗，时代心情特别好，绝对袂开喙骂囡仔。果然，这篇文章得到全镇的第1名。雅文原本就是印象中，银小妹卖猪血汤就是幸福的代表。想袂到一当正月初2，3姊妹仔同齐转后头，大家做伙开讲，讲到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哎哟，雅君，你是安怎？正月正时，哪目屎流目屎滴？迄时阵真正足瘦，根本买袂起。通常拢是暗暝到咧买，咱3姐妹仔定定咪伫门后壁流喙烂。唉，你会记得无？咱兜的门是竹仔边的，咱定定对竹仔芳看出去，天光反射，逐个芳拢是油金的汤汁，咱搁甲当做一粒一粒的星咧算，共款是干那会当远远看，袂当倚近去磕着。唉，只有目睭金金人相中啦。后来，恁去过高的工厂下芦笋了后，就定定食。现代社会是无允准请未满16岁囡仔做工课。
但是伫雅文做囡仔的时代，除了伫厝做家庭代工以外，对小学开始，就互请去伫工厂挖刺瓜仔的籽、堆鱼罐头、卸芦笋皮，这个工课拢爱去过沟仔的家庭工厂做。雅文所讲的过沟仔，就是庄恁柑仔店头前下过一条小圳沟了后的长长一排下厝仔。圳沟顶面用2支红毛土条当作桥面，连接圳沟相并的厝。逐工伫这条便桥来来去去的村民是不计其数。雅文会记得有一摆，伊甲大姐芦笋下好，拄要下出红毛土条的桥面，正挖去到柑仔店头前的点仔加路的时，一个无细意，正脚方向偏去，竟然滚落去圳沟内面。救人哦！救人哦！紧诶，迄个查某囡仔跌落去圳沟内面啊！紧倒骹手，甲伊捡起来。来，我来。好佳哉，圳沟内面无啥物水。阿辉，你做姐姐，紧带恁小妹转去洗身躯换衫。天气遮冷，爱洗热哦，唔通去感着。好，雅文，行，咱先来走。好。叫恁母啊过2工啊，才搁带恁小妹来遮收惊。好。雅慧用手将雅文面顶的土切掉，将裤脚的水顺落干，佮将落伫涂骹的芦笋刀仔捡起来，看小妹的手紧行转去。妈，你紧来啦！雅文拄则爬落去圳沟仔底。哎呦，哪会遮尔无细力啦？有安怎无？不要紧啦，敢若脚头有乌青尔。哦，你紧去洗身躯，啊，我来煮姜母茶。啊，若无吼，感冒就废去啊。二姐，你手骨刺伤啊，一定足疼吼。我甲你用洗身躯水。当雅文甲身躯洗好，对浴巾仔行出来，伊拄好对门口埕行过来。手里捧一碗油葱味、香滚滚的猪血汤，嘴里念讲：雅文啊，身躯洗好啊未？紧来啉一碗烧汤。啊，紧嘛，多谢啦。啊，拄则无用咧煮姜母茶，无注意到猪血汤的话袂声啦。无要紧啦，一碗猪血汤尔。恁囡仔要细汉，较辛苦。有啥物需要倒骹手的所在，就来找我，免客气。猪血汤，好食的猪血汤哦！雅文看到碗里油金的猪血，忍不住讲：爬落去圳沟，就免钱的猪血汤食，安尼嘛袂歹。英聪，你要食猪血汤无？要食紧来哦。雅文的老母今年已经80岁啊，喙齿歹，胃口食便，独对猪血汤绝对无兴趣。毋过，特别伊猪血汤食煞。总是点点无讲话，人看起来神神，哪像咧想什么代志？妈，你哪会拢毋讲话？智慧无好食呢，也是汤头无着你。哦，袂啦，马马虎虎，会使入来。前一阵仔。雅文载老母甲小弟英聪的后生查某囝2个孙仔去家己佚佗，孙仔提议带阿嬷去附近一间经营一架子的猪血汤老店，食看卖咧。咱已经食饱啊，
阿嬷减了食会落去。啊，你是毋知影阿嬷伫要食遍全台湾的猪血汤啊呢？吼，廖俊明，你嘛伤喊过啊！全台湾呢，还是你要回来是无？好啦嘛，既然都拢来啊，就顺便去看一下啊。若是食了满意，以后就做俊明较食来咧。哇，你看，我无臭单吼，凊乖乖的路店就是安尼啦，毋是食饭时间嘛遮尔济人。雅文的妈妈轻轻啊夹一细块猪血，面容甘笑，目睭小可微微讲：这才是正港的猪血汤。敢讲，这个猪血汤嘛有假？即马专门咧卖猪血汤的店真少，一般拢是食臭豆腐的时阵，顺续叫一碗汤来配。小店家当然袂用心处理哦，汤头甲恁二五因小妹煮的差天甲地哦。阿嬷，看你安尼食一喙就笑微微，即间的滋味到底是好伫倒位？吼，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就好拍夹。你品看卖，遮的猪血是毋是袂臭臭？汤头是毋是足清甜的？这哦，一定是用大骨烘的。是真的呢，有大骨的肉油啊。对呢，妈，即摆的猪血哪像拢是水水幼幼，食会食起来哪会绵绵松松。因用的料应该拢是见过，像安尼用料实在，又搁甘用时间控汤头，人客食了就调，生理自然会当久久长长。换做是一般的店，干若紧要出菜，汤头控了无够，猪血无青，汤头袂芳，可能食一摆就无想要搁去啊。我知，这就是阿嬷你常常讲的，俗语讲，刻薄袂趁钱，中好袂了本，对无？哦，你庄卡人呢，台语哪会讲甲哩哩啦啦？来，对阿嬷讲3遍，刻薄袂趁钱，中好袂了本。哇，妈，你真对着时代哦，阁会叫阮讲3遍咧。你有偷偷咧学吼？阿嫂毋知影，有一届恁大姊阵公司写客花露面互我看，内面的豆油伯啊咧教小兵甲贤贤，我感觉真趣味呢，我就记咧头壳内啊啦。哇，这下不得了啊啦！难道你要有一个台语大师智慧嘛？以后要学台语，请先来拜师。好，安尼我要先来报名。明年我嘛想要参加台语检定考试，如何拜托阿嬷教我教？好啊，安尼今仔日咱就先来练习讲油葱酥甲韭菜。油葱酥、韭菜，来讲3遍。油葱酥，油葱酥，油葱酥，韭菜，韭菜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《黄昏的猪血汤》是由廖秀苗原作，大讲师廖秀苗编剧，洪秀芬台语教证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晴，台语版叶怡心，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，细汉的雅文林医生演出，细汉的雅慧张玉燕演出，
细汉的英聪李建英演出，大汉的雅文齐明芬演出，大汉的雅慧黄家琪演出，大汉的雅君杨梅惠演出，雅文细汉时阵的老母洪兆文演出，雅文大汉以后的老母林秋霞演出，这辈阿兄纪秉志演出，二母陈雅芬演出，全名吴衣冠张志宏演出。查甫孙仔林子伟演出，查某孙仔林明荣演出，卖猪血汤的查某声吴慧仪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画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画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问卷，就会当参加画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画本。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明年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问卷抽画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。乌树牛仔来作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烟。闪闪，五树山高红的线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